再来关心这高雄大树河山的第一期供电场呢，已经完工，也毋过目前还未摕到送电的执照。即马现场呢是有真侪这鸡仔去挡着农民做事的骹路，有农民讲这是互因真头痛。那厂商是表示讲，其实这农路呢就是私人地，也毋过若准地方有反映，安尼伊嘛愿意顺民意来甲伊拆掉。尽量地方有什么要求，我们就尽量达成。 厂商派人提工具，甲挡着农路的供电棒架，一搭一搭挂落来，用线梁啊接去边仔放。大树河山供电场的一期工程已经完工真久，因为供电棒起甲规山坪，就连农民出入做事的农路也甲砍过去。民众讲，进前环境有来处理，不过厂商煞干那拆供电棒，规个架甲条啊拢也定掉咧。后礼拜有风台要来，因才拜托市府进来斗3工。咱将心比心啊，吼！你若准互即抓对无？你后壁是你的园。 你才敢要用搭过？因为这大路是私人土地内底的路啦，啊，市政府嘛有认证过，讲这毋是基层道路，嘛毋是迄个产业道路，但是为着地方的和谐，我嘛是配合甲伊拆除掉。福建东条的路大约20公尺长，有10个机架爱拆。施工人员讲，今仔日会完成拆除。另外，针对一期工程的路边，规条路拢是拆落来供电棒甲施工材料，地方环境会影响出入安全。市府表示，已经要求厂商1礼拜内爱完成改善。 本局要求厂商应于1周内将施工材料完成清运或者放置于合法管理设施用地。除了拆架以外，厂商嘛刷甲路边的供电棒甲材料刷去合法的所在放。厂商讲，其实农路是私人地，因搭架是合法施工，不离个地方有意见，因也顺便去拆掉，卖个事尾。对此民众表示，因毋望厂商会当甲地方加参详，减少双方的误解。记者邝家如顾朝阳高雄场报道。